上回我同大家分析咗裴炎並冇謀反嘅，咁既然裴炎冇謀反，武則天點解要殺佢呢？而且仲要喺揚州叛亂都未搞掂嘅時候就殺咗裴炎呢？我哋先講第一個問題啊，武則天點解一定要殺裴炎呢？我哋分析下裴炎嘅地位同埋武則天同佢嘅關係就可以明白啦。裴炎係咩地位呢？佢係唐高宗任命嘅顧命大臣，喺朝廷裏邊德高望重嘅。如果話當時喺朝廷上邊仲有邊個可以同武則天咬一咬手瓜嘅呢？就係佢啦。所以日後武則天不論向邊個方向發展都好，裴炎嘅態度就好緊要嘅。咁裴炎同武則天嘅關係又如何呢？一句講晒，就係從合作就轉向決裂啦。前邊我哋講過啦，裴炎通過同武則天幾次合作，先係幫佢廢咗太子李賢，跟住呢又幫佢廢咗皇帝李節，改立李旦為帝。咁呢個階段可以算係佢兩個人關係嘅蜜月期啦。但係到咗呢個時候新皇帝李旦又俾武則天軟禁咗起身，裴炎同武則天嘅關係呢就發生改變，變得矛盾重重啦。咩矛盾呢？好簡單啫，就係武則天想做皇帝，裴炎唔想俾佢做。武則天做咗太后之後就想追尊自己祖先，建武氏七廟。咁啲大臣呢都唔敢表態嘅，但係唯獨裴炎講說話噃。裴炎話太后幫外家建七廟唔合古禮噃。佢仲問武則天話：天后你知唔知道呂后呢？你睇下呂后最後下場幾慘，你再咁搞落去，恐防結果同佢一樣噃。咁呢一番說話就令到武則天好唔高興。咁另外喺揚州叛亂爆發之後，有人對武則天話啦：揚州叛亂打嘅係康扶李唐嘅旗號噃，咁李唐宗室梗係高興噶啦。佢哋一個唔覺意勾結反賊，咁點算啊？不如殺晒佢哋咧。武則天覺得都係個辦法噃，但係裴炎出面反對啦。佢話人哋都冇謀反嘅證據，你無啦啦點可以殺人呢？咁搞到武則天又好唔高興。兩個人嘅矛盾就係咁逐漸深化，到最後兩邊變成質變，終於走向決裂啦。而決裂嘅表現就係裴炎趁住戰爭嘅非常時期，向武則天逼宮，要佢還政俾皇帝李旦。咁點解佢兩個會反面呢？簡單嚟講裴炎嘅理想同武則天嘅終極目標就產生咗衝突。裴炎嘅理想係做一個權臣，佢幫武則天將唔聽話嘅李節廢咗，擁立李旦係希望借助擁立之功做到大權獨攬。佢嘅意圖係由軟弱嘅李旦做皇帝，而由佢掌握實權。喺呢個理想裏邊就並冇武則天嘅位置嘅。換句說話嚟講佢從來都冇諗過要改朝換代，更加唔想對一個女皇帝俯首稱臣。而武則天嘅終極目標係咩呢？佢個目標就係做皇帝啊嘛，而且佢亦都唔會允許任何人同自己分享權力嘅。咁一嚟喺權力歸屬嘅問題上邊，兩個人就出現根本性嘅分歧啦。呢個分歧係完全冇辦法調和嘅。咁對於呢一點武則天睇得好清楚，裴炎亦都睇得好清楚嘅。所以裴炎啱入獄嘅時候有人勸佢向武則天認個錯，大事化小。但係裴炎就話宰相下獄，安有全理，堅決唔肯妥協。因為佢知道兩個人並冇妥協嘅餘地嘅。裴炎地位顯赫，又唔肯同武則天合作噃，武則天肯定唔會留低佢噶。所以殺裴炎就成咗武則天一個必然嘅選擇啦。而謀反就只不過係藉口嚟嘅啫。而第二個問題係武則天點解要喺揚州叛亂都未平定嘅時候就殺咗裴炎呢？原因有兩個嘅。第一個，揚州叛亂對於武則天嚟講係肢體之患，而裴炎逼宮係心腹之患。
事關如果中央有咗反對派，危害呢就比一場地方性嘅叛亂大得多。其次，只有喺中央統一咗思想啦，先至可以集中所有精力去平定叛亂嘅。之前裴炎未入獄啊，為咗逼武則天還政呢，特登消極怠工，唔肯積極組織討伐，咁只有將裴炎治罪處決，成個朝廷呢先至會上下一心，全力平叛嘅。所以啊，武則天喺叛亂都未平定嘅時候就殺咗裴炎，臨陣換將，睇起身呢似乎係犯咗兵家大忌，但係實際上啊就係最大程度咁保證咗政局穩定同埋戰爭嘅勝利啦。嗱，好啦，咁裴炎被殺呢，但係事情呢仲未完噶噃，因為裴炎並唔係一個人，佢仲代表住一股勢力。裴炎逼宮有咁多人幫佢鳴冤，呢啲人啊都會係武則天權力進一步發展嘅隱患嚟嘅，所以呢就絕對唔可以將呢班人留喺朝廷嘅。咁所以好快啊，上表幫裴炎鳴冤嘅胡元範、劉景先，仲有另一位左相郭士舉呢，就都被貶出咗朝廷。朝堂上邊一下子少咗3個宰相，所有啲官員呢都唔敢再出聲啦。咁搞掂完文官之後呢，就仲有武將。當時揚州叛亂仲未見分曉，為咗謹慎起見啊，武則天對於軍方嘅清洗呢，要比較遲一啲嘅。去到光澤元年嘅12月，揚州叛亂平定咗啦，武則天開始對武將喐手啦噃。當時啊，裴炎嘅好朋友大將程慕挺呢，就正係帶領軍隊喺前線同突厥打仗。結果武則天一道敕旨呢，就將佢就地處斬。咁呢位程慕挺啊，我哋之前都提過噶啦，就喺呢一年嘅年初，佢帶住羽林軍入宮，為武則天順利廢黜李傈呢，就立咗汗馬功勞嘅。另外啊，佢抗擊突厥，亦都係戰功卓著，係唐朝鎮守北方嘅擎天一柱嚟嘅。咁喺程慕挺嘅成長過程之中啊，裴炎幫咗大忙嘅。所以裴炎下獄之後啊，程慕挺寫封密信俾武則天，為裴炎求情。結果呢一封信呢，喺武則天心裏邊就幫程慕挺判咗死刑啦。任何統治者對於手握軍權嘅武將啊，都必定係懷有戒心嘅。更何況呢個時候處境咁微妙，程慕挺兵強馬壯噃，一個唔覺意陣前倒戈咁啊，好大鑊噶。所以呢，揚州叛亂啱平定，武則天就以勾結裴炎謀反嘅罪名，將程慕挺殺咗。咁裴炎同埋程慕挺呢兩個人一文一武，本來係朝廷裏邊最有勢力嘅人嚟嘅。咁兩條大魚都冇咗啦，其他人不在話下啦。凡係對武則天有威脅嘅人啊，喺接落嚟嘅時間，陸陸續續就俾清洗晒，成個朝堂幾乎空咗一半。武則天亦都唔怕嘅，大筆一揮，馬上任命幾個五品官做宰相。呢下嘢呢，真係創造歷史新低啦。但係武則天知道噃，只有呢啲小人物先會跟自己揾食嘅，而呢一個由蝦兵蟹將組成嘅朝廷啊，就再都唔會對武則天產生威脅啦。咁喺呢啲被殺嘅所謂裴炎同黨裏邊呢，有一個人嘅經歷就最有戲劇性嘅。呢個人叫做姜自忠，係武則天派去長安嘅使臣。派佢去長安嘅目的呢，係想聽下老臣劉仁軌對於裴炎呢單案嘅意見。咁劉仁軌啊，當時經已83歲噶啦，係歷經唐太宗同埋唐高宗兩朝嘅老臣。高宗末年嘅政府班子東遷洛陽之後呢，劉仁軌留守長安，俾人擺埋一邊。不過雖然係咁啫噃，劉仁軌畢竟德高望重，而家裴炎謀反咁大單案，武則天呢仲係希望佢表下態嘅。而呢個姜自忠呢係個小人嚟嘅，見到劉仁軌就加油添醋將個事情講咗一次。講完之後呢，仲意猶未盡，冇多句話。嘿呀，我早就睇出裴炎呢個人心懷異志噶啦，嘿，真係俾我估中咗啊！咁呢句說話呢，聽到劉仁軌起晒雞皮，心諗呢條咁嘅契弟啊，
正一係卑鄙小人嚟嘅，等我諗個辦法搞死佢先得。咁啊，劉仁鬼有咩辦法搞死阿姜自忠呢？我哋留到下回分解啦吧。嗱，上回講到啊，姜自忠走到去長安揾劉仁鬼，就對劉仁鬼吹牛話自己早就睇出裴炎心懷不軌噶啦。劉仁鬼啊覺得呢條友係個卑鄙小人嚟嘅，於是啊決定陰佢一嘢噃，就問佢話：咁你早就知道裴炎有意謀反噶啦？阿姜自忠啊懵成成啊，馬上啊答話：梗係啦，我早啊睇出佢唔係好人嚟嘅啦。劉仁鬼聽完啊笑住讚佢話：哎呀，真係後生可畏嘅啫。裴炎嘅事我就知啦，我仲有封信想交俾太后，你又幫我帶過去啦吓。咁啊姜自忠啊好高興啦，攞住劉仁鬼封信就翻去洛陽復命啦噃。武則天打封信一睇，得一句說話嘅啫：自忠知裴炎反，不言。呢下嘢呢就搞到武則天都笑啦。佢又將姜自忠叫到過嚟，同佢話：阿劉僕夜仲專門提起你噃。姜自忠啊好興奮啦，都唔知講咩好啦。點不知呢，武則天就跟住話啦：佢話你早就知道裴炎謀反，但係知情不報吧。嘿，阿姜自忠啊真係慘啦，都未反應過嚟啫，就俾人捉咗落去斬首啦。咁呢一個啊，可以講係武則天對於小人嘅態度。佢會利用呢啲小人，但係就並唔欣賞呢啲小人嘅。一旦用完呢，就馬上就劈埋一邊噶啦。咁處理完裴炎呢單案啊，光澤元年亦都結束啦。呢一年啊，令到武則天啊認真係印象深刻。李敬業叛亂，裴炎啊逼宮，啲考驗啊冧抌咁嚟。諗翻起自己參政以嚟走過嘅歷程啊，武則天啊越諗越唔忿氣。唔通天下人都咁唔容得自己向上爬咩？於是啊，佢就走去紫宸殿向群臣訓話啦：我跟住高宗20幾年，殫精竭慮為天下操心，你哋呢班人嘅富貴咪都係我俾嘅，老百姓可以安居樂業咪都係我所賜嘅。但係而家起兵造反嘅人就正係出自你哋呢班公卿。你班人點會咁冇良心嘅呢？你哋自己諗下啦，你哋邊個係顧命大臣仲叻過裴炎啊？邊個係將門貴種叻過李敬業啊？仲有邊個認真識打仗叻過程無廷啊？呢三個人都係人中龍鳳，但係我要殺佢哋就好似碾死隻螞蟻咁。你哋自己問下自己啦，如果覺得比佢哋更加犀利嘅，咁就繼續同我鬥。如果唔係呢，就聽聽話話，唔好落得俾天下人恥笑嘅下場。哇！武則天呢一番說話呢，真係省到班大臣啊立立令。嗰班大臣一個二個跪低晒，猛咁叩頭，話為太后所使，即係話太后啊，我哋跟住你行啦吓。咁面對住武則天咁高超嘅能力同埋咁高壓嘅手段，當時呢班大臣呢，確實係冇還手之力噶啦。咁接住落嚟，武則天想要稱帝，係咪就一帆風順呢？當然就唔係咁容易啦。嗱，唔知大家有冇睇過電影《瘋狂的石頭》啊？喺電影裏邊啊，有一塊無意之中發現嘅寶石，就引發各路人馬你爭我奪，最後打到頭破血流。其實啊，古往今來人嘅慾望都好相似嘅。喺武則天時代啊，亦都出現咗一塊石頭噃。因為呢一塊石頭呢，好多嘅李唐皇族都身首異處。咁只不過當時大家爭奪嘅呢，就唔係呢塊石頭，而係石頭背後隱藏住嘅皇權。咁呢塊石頭係咩樣，又點樣出現嘅呢？嗱，呢一塊石頭嘅價值啊，就唔在於佢嘅材質，而在於佢嘅形象。呢塊石頭啊，係一塊普通嘅白色石頭，而唔普通嘅呢，係佢上邊有8個紫紅色嘅字：聖武林人永昌帝業。咁喺垂拱4年，亦就係公元688年嘅4月啊，有一個叫做唐同泰嘅雍州人就獻咗呢塊石頭俾武則天。咁啊，唐同泰呢就話呢一塊石頭啊，
係佢從落水裏邊撈上嚟嘅。咁呢塊石頭一出嚟呢，就引起朝野上下轟動啦噃。事關中國古代啊，就講究天人感應，所謂河出圖，洛出書，係聖人出現嘅標誌嚟嘅。所以呢一塊石頭啊，係個大祥瑞。咁班大臣知道之後呢，就個個走過嚟拍馬屁啦，紛紛上表祝賀，話上天降咗個祥瑞，係因為太后呢王業高於補天，武德隆於沛地。亦就話武則天嘅功業係乾坤合德，將皇帝同埋聖母兩個角色合二為一啦。而且佢哋仲話獻呢個石頭嘅唐同泰本身亦都係個祥瑞嚟噶噃。點解呢？因為呢個人姓唐，叫做同泰，表明啊李唐王朝同埋武則天係一榮俱榮嘅關係。另外啊，呢個人嘅籍貫係雍州永安縣，咁永安同石頭上刻嘅永昌帝業呢係一回事嚟噶嘛。所以啊，雖然呢嚿只係個石頭，但係裏邊呢有好幾層嘅祥瑞噶噃。咁我哋現代科學昌明，大家就唔多信呢啲所謂祥瑞啦。咁根據《舊唐書武成自傳》嘅記載呢，呢一塊石頭啊確實係假嘅，佢係武成自偽造嘅。而武成自呢係武則天嘅侄仔噃，佢一心係希望武則天呢快啲建立武家王朝，咁佢可以接班啊嘛。所以啊，就揾咗塊咁嘅石頭喺上面刻咗字，又將紫石一類嘅礦石呢磨成粉末，填喺刻好嘅筆畫裏邊。咁一嚟啊，呢一塊瑞石嘅新鮮出爐啦。然之後呢，佢又揾咗個人將呢塊石頭獻俾武則天。咁好可能啊，呢個唐同泰個名都係假嘅，無非都為咗配合呢個祥瑞起嘅啫。咁至於講呢嚿造假嘅石頭究竟係武成自原創嘅，定係武則天授意嘅呢？咁就難講啦噃。但係可以肯定嘅係啊，武則天就決定好好地咁利用下呢嚿石頭。點樣利用法呢？既然大臣表態啦，咁武則天就順水推舟啦，將呢嚿石頭呢命名為寶圖。咁後來呢又叫做天授寶圖。咁大臣話天降瑞石係意味住武則天將皇帝同聖母兩個角色合二為一啊嘛。所以啊，武則天就幫自己加咗個尊號，叫做聖武神王。咁幫自己上尊號呢，本來係一件好戇居嘅事嚟嘅。而更加荒唐嘅係呢個時候仲有皇帝在位噶嘛，皇太后居然自稱神王。咁呢一單嘢呢，實在係聳人聽聞嘅。但係咁都未算噃，武則天跟住仲頒布詔令，話佢要喺12月嘅時候親臨洛水舉行授圖大典，然之後祭祀上天，答謝上天呢賜咗個寶圖過佢。喺祭祀之後啊，佢仲要喺明堂裏邊接受百官朝賀。而呢個明堂呢，係佢嘅和尚情夫薛懷義主持修建嘅。咁呢一系列嘅大典啊，就好多嘢搞噶。所以啊，武則天啊特別要求各州嘅都督、刺史、理堂宗室、外戚等人呢，要喺典禮舉行之前嘅10日就趕到嚟洛陽集合。咁呢一道詔令一出啊，理堂宗室嘅反應就好大啦。佢哋越嚟越覺得，喂，太后咁搞法唔係路啊！唐高宗死咗之後，武則天先係廢咗個皇帝，然後又軟禁咗個皇帝，仲殺咗個顧命大臣添。而家呢又搞埋啲自我造神嘅運動，咁搞法，傻哥都知佢真係想點啦。咁理堂宗室呢一班人呢，都係政治動物嚟噶嘛，對呢啲事係好敏感嘅。而家武則天要佢哋洛陽集合喎，理堂宗室裏邊好多人呢，都覺得呢一嘢可能係武則天想將佢哋一網打盡吧。咁與其坐以待斃，倒不如鋌而走險啦。於是啊，喺佢哋之中就有人開始暗中運作，想做武則天嘅反啦噃。咁喺當時嘅理堂宗室裏邊，邊個最有能力造反呢？咁總嘅嚟講啊，邊個同皇帝嘅血緣最近，邊個嘅地位就最高，實力相對係最強。咁同皇帝血緣最近嘅，當然就係皇帝個仔啦。
呢個時候啊，唐朝前3代皇帝在生嘅仔呢，一共有10個，其中唐高祖嘅仔仲有4個在生嘅，唐太宗啲仔呢就仲有2個在生，唐高宗嘅仔有4個在生嘅。咁但係武則天生嘅2個仔李傕同埋李旦呢，都處於囚禁狀態。另外2個庶子呢，亦都被監視咗起身嘅啦，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嘅。咁10個人裏邊就剩翻6個啦噃。李唐宗室如果想有所作為呢，希望就寄託喺呢6個人身上啦。咁呢6個人裏邊，邊個可以脫穎而出，成為李唐宗室對抗武則天嘅希望呢？我哋留到下回分解啦。嗱，上回我哋講到啊，李唐宗室就準備聯合起身做阿武則天嘅反。咁當時啊，唐高祖同埋唐太宗呢就急埋仲有6個仔在生。喺呢6個人裏邊啊，唐高祖個仔韓王李元嘉呢聲望係最高嘅。呢個李元嘉早年啊號稱係神童嚟嘅，相傳話呢可以同時左手畫圓，右手畫方，目數群羊，口誦經史，兼成40字詩嘅，而且呢仲可以攞隻腳嚟寫5言絕句，6件事一齊做都得嘅。咁喺唐高宗死咗之後啊，武則天為咗安撫宗室，就晉升李元嘉為太尉。咁呢個係全國最高嘅官職啦。而喺李元嘉之外呢，第2號嘅人物係唐太宗個仔越王李征，佢就以才幹見長嘅，當時係官封太傅。咁呢2個人啊，就最先係喐手噶啦。咁點樣喐法呢？佢哋係分3步走。第一步係恐嚇宗室諸王，令佢哋相信呢自己除咗造反之外，別無選擇噶啦。韓王李元嘉就叫自己個仔寫一封信俾越王李征，信裏邊講啊，內隱病漸重，恐須早療，若至今冬，恐成痼疾，而早下手，仍速相報。咁呢個睇起身呢係封普通嘅家書啦。內隱即係指老婆啦，即係話我老婆病咗，病得好重添，要早啲醫先得。如果唔係呢，拖到今年冬天，恐防就醫唔好噶啦。所以呢，要快啲喐手至得。你接到信之後就回個話過我啦吓。咁但係實際上啊，呢一封信就不同尋常噶。呢個內隱指嘅唔係佢老婆，而係指身居大內嘅武則天。意思即係話呢，武則天嘅頭腦有病嘅，佢又想懟冧晒我哋喎。而且呢擺到明噶啦，如果我哋唔早啲喐手控制佢呢，到咗今年冬天啊，亦就係武則天召集大家去洛陽集合嘅時候，恐防係嚟唔切噶啦噃。所以你接到我信之後呢，同唔同意做唔做就講翻聲吓。咁呢2個人達成一致意見之後啊，就再由李元嘉傳話俾各個宗室，話大享之際，神王必遣人告諸王密，因大行誅戮，皇家子弟無為種矣。咁武則天嘅一系列行動啊，早就引起宗室嘅疑慮噶啦。而家德高望重嘅韓王李元嘉又出嚟講說話，啲宗室呢就真係驚弓之鳥啦。好多人都相信啊，自己橫啊死掂又死噶啦，咁啊不如搏一搏啦。咁一嚟啊，恐嚇就等於動員啦。喺韓王李元嘉牽頭之下呢，呢個宗室之間嘅反武則天聯盟就結成咗啦。而第2步呢係偽造璽書，以皇帝嘅名義要求宗室起兵。首先啊，李元嘉個仔李贊就先係偽造咗封皇帝嘅璽書俾李征嘅仔李聰，話朕備優執，王等而國救拔我也。李聰接到呢封信之後呢，覺得就唔夠明確噃，事關淨係提皇帝，冇提宗室嘅事啊。咁佢又驚宗室仲未落到決心，所以啊，自己又偽造多封，話神王欲頃李家之社稷，而國造於武時，即係話武則天都要改朝換代啦，江山你變成姓武嘅。咁一嚟啊，李家啲人係走唔甩噶啦噃。咁佢將呢封璽書啊，就轉發俾嗰個宗室成員，要佢哋按照皇帝嘅旨意一齊出兵。咁接到璽書之後呢，宗室裏邊嘅人亦都係群情洶湧嘅。
譬如話唐高祖嘅第7個女常樂公主啊，就對使者話：你翻去話俾越王聽，佢而家只准向前就唔准後退噶啦。你哋宗室諸王如果仲係男人嘅，早就應該起兵啦，使等到而家嘅咩？我經常聽啲老人家講，隋文帝楊堅篡奪北周天下嘅時候，尉遲迥作為周王室嘅外甥，都仲喺上州起兵維護周王嘅。你哋都係宗室皇親，唔通唔可以學尉遲迥咩？呢一番說話呢，真係講得慷慨激昂啊！唐代啲女性呢，確實係果敢堅毅嘅。喺呢個時候出現中國歷史上唯一嘅女皇帝呢，亦都可以講係風氣使然啦。嗱，咁前邊呢兩部啊，韓王同越王都做得唔錯嘅。如果宗室嘅成員真係可以好似想象之中咁群起響應啊，確實係會對武則天形成好強嘅威脅嘅。事關佢哋聯絡呢啲宗室呢，都係擔任州刺史嘅。佢哋所在嘅州啊，就分布喺洛陽嘅東南西北四邊，可以形成對洛陽嘅合圍嘅。但係就喺佢哋即將邁向關鍵第3步，亦就係起兵嘅時候呢，就出事啦。出咩事呢？有人告狀啊！告狀嘅唔係外人，而係韓王李元嘉嘅侄仔李靄。咁本來李靄啊，亦都係呢一次宗室策劃政變嘅核心人物嚟嘅，咪咩事都知噶。佢曾經同李征講過啦，只要四方一齊響應，就一定可以成功嘅。咁但係真係到咗關鍵時候要埋牙呢，呢個李靄啊騰雞咯。佢一諗起萬一兵敗咁啊點算呢？哇，諗起起晒雞皮喎！一旦衰咗，到時武則天好似對付王皇后咁，將我哋啲手手腳腳剁晒，咁點算啊？結果佢越諗越驚，為咗保存性命呢，就做咗件背信棄義嘅事噃，將宗室起兵嘅計劃就全部報告俾武則天知。咁正所謂堡壘最容易喺內部攻破噶啦。李靄咁樣告狀啊，喺宗室啊麻鬼煩啊！佢哋約定嘅起兵時間啊仲未到，準備工作啊未做好噶嘛，咁點算好呢？越王李征個仔亳州刺史李聰啊，就覺得呢個時候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噶啦，所以啊，佢啊自己啊先喐手。喺垂拱4年嘅8月17啊，李聰喺準備唔充分，同其他宗室又未聯繫好嘅情況之下，帶住5000人馬呢，就喺亳州起兵。咁呢個亳州啊，就係而家嘅山東聊城。佢本來諗住呢打過黃河嘅，但係咧未到黃河邊啫，就喺亳州下屬個武水縣遇到頑強嘅反抗啦。咁呢個武水縣嘅縣令啊，原本係李聰嘅下屬嚟嘅，但係佢又覺得李聰造反，即係同國家作對啦，唔可以同佢同流合污嘅。於是呢，就將個城門啊閂咗起身，閉門緊守。李聰啊冇辦法啦，唯有攻城喺啦。咁當時啊正係吹緊南風，李聰啊想順風點火，火攻南門噃。咁只要燒爛個南門，5000人馬蜂擁而入，呢座城啊隨手可得啦。點知啊咁啱得咁巧，佢一點火啫，個天啊竟然轉吹北風喎。結果佢呢把火冇燒到城門啦，反而燒到自己有，成支軍隊亂晒大龍，人心都散晒。就連幫佢帶兵負責攻城嘅將領董元直啊，都話：哎呀，狼爺王係同國家交戰，咁即係造反啫。李聰一聽呢條友動搖軍心，激到半死，一刀就將佢殺咗。點知咁一殺呢，佢招募翻嚟嗰幾千人馬就噓聲走晒。李聰啊變咗個光棍司令，剩低幾個家童奴僕啊跟住佢。咁李聰見到大勢已去啦，冇計啦，唯有走翻亳州喺啦。亳州城看門嗰個呢，一睇呢個落魄王爺帶住殘兵敗卒走翻嚟，天降富貴咯，正好攞個人頭向朝廷請上。於是一刀啊懟冧咗李聰。而呢個時候啊，佢離起兵啊只有7日時間，武則天派過嚟鎮壓嘅部隊都仲未到，呢個李聰啊瓜老襯。嗱，咁李聰啊衰咗啦，其他嗰啲王爺又如何呢？李聰起兵之前啊，就曾經派人向嗰個王爺稟報嘅，話俾佢哋聽自己起兵啦，希望佢哋接到消息之後呢，亦都可以起兵響應，一齊去攻打洛陽。咁
咁但係古代呢，通訊系統好唔發達噶，各個王爺接到消息嘅時間差好遠嘅，而且大家都未準備好，一接到消息呢，當堂手騰腳震，拿手唔成勢，個個都唔敢喐。唯有李聰個老豆越王李征啊，父子之親係嘛，冇計啦，唯有頂硬上喺啦。佢呢喺豫州做刺史嘅，亦就係而家嘅河南禹州。咁佢就馬上起兵啦。咁但係李征起兵嘅時候啊，經已係8月25啦，啱啱攻落咗個小城上蔡啫。李聰敗亡嘅消息就傳到過嚟，然之後武則天都派咗10萬大軍過嚟鎮壓。咁啊，李征得個5000人馬，邊度抽得過先得噶？佢啊心諗，唉，今次死梗啦！第一反應呢，就係自己綁住自己去洛陽宮向武則天請罪噃。不過正喺呢個時候啊，佢手下有個縣令呢，帶咗2000兵馬過嚟幫手。李征一睇，咦，有人嚟幫拖噃，當堂又唔想投降啦。咁佢呢個人都幾搞笑噶吓，5000人嘅時候佢嫌少，多咗2000佢就覺得 OK 咯。於是呢，準備同朝廷繼續打過。佢封鎖李聰失敗嘅消息，話李聰呢經已攻破幾個州啦，有20萬大軍過緊嚟會合嘅。然之後啊，就據守豫州城，繼續同朝廷對抗啦噃。咁呢位李征嘅下場又如何呢？我哋留到下回分解啦。